弟們，聽句勸，別總問我表現怎麼樣，多問問他你感覺怎麼樣。說真的，咱們很多男同胞在那時人上都有個迷之自信，覺得只要自己體力好、時間長，對方就一定能爽到飛起。大錯特錯，女性的感受遠比咱們想象的複雜犀利，這根本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，而是兩個人的雙人舞。你跳得再開，踩了舞伴的腳，這舞也好看不了。今天，這就關起門來聊點真正能讓關係升溫的硬貨。我知道很多兄弟覺得行動勝過一切言語，在床上說話多尷尬啊！但你想想，每個人的敏感點和喜好都天差地別。你喜歡被拍屁股，不代表他也喜歡；你覺得某個姿勢是王炸，在他那人可能就是雷區。你不去問，光靠自己那點有限的經驗去猜，那不叫浪漫，那叫盲人摸象，很容易好心辦壞事。所以別害羞，在氣氛正好的時候，貼在他耳邊，用那種讓他心癢癢的語氣問一句：寶貝，這樣舒服嗎？或者你喜歡我快一點，還是慢一點？這比你說100句我愛你都管用。這代表你在乎他的感受，你在用心探索他的身體地圖。記住，會溝通的男人才是真正掌握了核心科技的男人。不少兄弟把前戲當成例行公事，蜻蜓點水親兩下就急着進入正題。兄弟，你太急了。對於女性來說，前戲不是熱身，它就是比賽本身。女性的身體就像一壺水，需要時間慢慢燒熱。你火開得再大，水磨開就掀蓋子，除了燙着自己，啥也得不到。前戲是什麼？是情感的交流和身體的預熱。別一上來就直奔主題，那太沒情調了。溫柔點再溫柔點，輕輕撫摸他的頭髮，用指尖挖過他的耳角、脖頸這些地方的神經末，稍比你想象的要豐富得多。說點廢話，在他耳邊說點悄悄話，誇他今天真美，告訴他你有多想要他。言語的挑逗，有時候比身體的接觸更讓人臉紅心跳。多點耐心，給他足夠的時間分泌天然潤滑劑。如果前戲不充分，對他來說可能不是享受，而是折磨，甚至會感到疼痛。你想想，一頓大餐，如果少了精緻的開胃菜和紅酒，直接上來就是3大碗米飯，你吃得下去嗎？很多兄弟覺得在床上就得像打了雞血一樣，越快越猛越能證明自己。醒醒吧，這不是體育比賽，不需要你破紀錄。女性的快感往往是慢熱型的，她們需要時間去感受、去沉浸、去積累。你一味地追求速度和力量，只會讓她覺得你是個沒有感情的打樁機。試着慢下來，感受她的呼吸，觀察她的反應。當她身體緊繃、呼吸促時，你可以加快節奏；當她放鬆下來、享受其中時，你就該放慢速度，用溫柔的耳膜去撩撥她。別只關注自己的一錘子買賣，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。他的每一次輕哼，每一次顫抖，都是給你的導航信號。跟著信號走，你才能找到那片寶藏海域。最讓我無語的，就是那種完是人就睡的男人。你倒是痛快了，倒頭就着，鼾聲如雷。留下他一個人在旁邊，身體和情緒都還飄在半空中，那種失落感比什麼都沒發生還難受。後戲是整場戰役的點睛之筆，它能讓你們的親密感瞬間升華。結束後，別急着去洗澡或者看手機，把他摟在懷裡，輕輕地親吻他的額頭，或者只是安靜地抱着他，聊幾句無關緊要的閒天。這種溫泉能讓他緊繃的身體慢慢放鬆下來，更能讓他感受到你的愛和在乎。他會覺得你愛的不只是他的身體，更是他這個人。這比任何技巧都更能抓住他的心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尊重。尊重他的意願，尊重他的感受。如果他今天累了或者心情不好，不想進行，那就別強迫。一個擁抱，一句好好休息，遠比一次勉強的交功能更有意義。如果他對某些方式感到不闊，立刻停止，別問為什麼，只做就下。每個人的身體和需求都是獨一無二的，沒有方知四海而皆準的萬能公式。
真正的高手，不是掌握了多少花哨的技巧，而是懂得如何去愛，如何去尊重。保持乾淨整潔，定期清潔身體，這是最基本的禮貌。一個清清爽爽的男人本身就自帶吸引力。總而言之，想讓女人在親密關係中感到舒服和愉悅，沒有捷徑可走。核心就是6個字：多溝通，多觀察。用心去了解他，用愛去感受他。當你真正把他放在心上時，你會發現所有的技巧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這不僅僅是生理上的滿足，更是情感上的深度交流。希望兄弟們都能成為那個養他欲罷不能又無比安心的男人。咱們下期再聊。